来关心世界经济论坛拜三的时候发表报告，报告内底指出讲 AI 人工智慧有造假，也阁有错误的资讯的风险，安尼有可能会影响民主的发展，嘛有可能互社会变作是对立的。因为2024年伫今年，全世界真侪国家拢要大选，香港是全球的大选年，这嘛正做全世界爱共同面对的头一个风险。因为报告内底嘛讲，第二个风险是极端气候。拜六台湾特别总统大选，暗过伫竞选过程当中，充满未招假信息。世界经济论坛测试公布2024年度全球风险报告就指出，由 AI 人工智慧触发的错误信息甲恶意假信息，将做最近2年上大的风险。We have in the 2-year time frame mis and disinformation as the number one risk, followed by extreme weather, followed by societal polarization, interstate armed conflict. That's the top 5 in the 2-year outlook. 这报告是伫去年9月对将近1500个专家、企业领袖甲政策制定者进行调查，伫 WEF 举行之前发布。因为今年、明年2年，为亚洲的台湾、印度、到欧洲的英国、甲美洲的美国、墨西哥等，拢要举行大选，有将近30亿的人口。风险管理专家指出，用 AI 深柜造假，影响大型群体，佮造成社会两极化的风险，已经将做全球经济面临上主要的直接风险。AI can create advanced malware. It can impersonate others for scams. It can poison AI training data, which is a very serious concern. But on the other hand, the good news is that AI can also be used for better response to cyber attacks. 不过，若时间放大到未来10年来看，极端气候是头号威胁，第二是地球系统的重大变化，生物多样性丧失，甲生态崩盘，也有自然资源欠缺等，是种甲环境相关的风险。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辑。